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民。咱讲中秋节已经过了吼，大家有影走出门吼，咱看到讲街路真正是人吵。疫情是毋是会再起吼？大家拢真正关心啦吼。指挥中心讲爱阁观察2礼拜啦吼。另外，今日开始全台湾校园要注 BNT， 已经有5个县市先开始注啊吼。有啥物特别爱注意的这部分，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咱嘛看到讲，今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吼，10月底咱的这预防车第一档车吼要冲到7成。第2档车爱冲到3成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疫苗吼，注射涵盖率即阵差不多要5成49.58%啦。完整注完2档车是7.58%。咱嘛讲到吼，即阵注完2档车有影吼，对着防疫来讲，4大人高风险的这个族群真正好好啊防护啦吼。所以即阵嘛才发出着10月底，咱讲2档车吼要冲到这个3成。另外吼，就是对这个高风险族群以外，有一定人特别来注意，就是你若是要出国到美国注完2档车，嘛是非常重要。咱看到讲美国嘛最近宣布就讲哦，11月开始，你若是要入境美国，你就要注完2档车啦吼。但是咧，咱讲到 FDA 吼，美国认定3种疫苗吼 ，BNT、Moderna 吼，另外就是 Johnson & Johnson， 另外 WHO 是认定7支预防车到底高端有空间无吼？咱讲吼，若是注完高端2车，到底会当入境美国无哈？透过节目，咱好好啊来对话。现在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咱们邀请诊所协会专业发言人魏建宏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但咱嘛邀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来到咱现场啦吼。首先，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疫情，这个记者会有讲的吼，今日是加1例啦吼，但是咱讲这是抗疫这个旧案件。另外，咱讲吼邦桥这个幼稚园的这个群聚案，可能今日就当收煞啦吼。另外，咱嘛讲到校园遮可能吼有一寡这个嫌占的这个现象吼，但是无大问题啦吼。先做来看。今天本土的案例有1例哈，境外移入有6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跟幼儿园群聚无关，但是也在新北的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小学童哦，按16157他的接触者就是他的家人哈，他目前的 CT 值是27.8哈，这个大概我们后续会再做抗体来确认哈。现在目前猜测应该比较偏向还是说是跟先前的这个家庭群聚是同样都是属于旧案。那桃园市有一位男学生在注射后。那有晕倒的状况，不过在学校里面就已经做了妥适的这个处理。苗栗县有位女学生有一些病史，但有一些她没有接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抽搐的状况，不过这个部分已经先就会同的当地的这个小儿科神经内科的部分，小儿神经内科来做适度的追踪跟处理。是啦，吼，咱看到讲这个校园注 BNT 有一寡这个案例吼出现是讲有嫌占的这个现象吼，但是无大问题啦吼。但是咱讲注完射其实来观察到吼28天的这个时间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一个注射呀吼，今日是5个县市开始注，所以你吼注进前你困有充足无？啊是毋是有咧啉水啦吼？还是讲无去空腹来去注射？另外注射的这个时阵吼，你都要穿较冷的这个底衣啊啦吼。另外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另外咧，咱讲注射了后，就要现场来去做观察啦吼。虽然有这个嫌占的这个现象，但是咱看到讲应该是无大影响啦。咱讲注射吼，这个尤其是12岁至17岁这少年囡仔啦吼，有诶真正惊注射吼。医师家有啥物特别建议的无？是这个现占吼，嘛毋是讲敢若注这个COVID-19疫苗才会发生的嘛吼。古早咱第一注迄个去校园注一寡迄个吼流感疫苗的时候吼，嘛是拢会发生这款代志吼。啊，反正现占这个代志吼，会发生就是会发生啦吼。那至于讲，咱即摆讲困到饱啦，还是讲吼，莫去看头前人注安怎吼，迄动线一定要摆好势。是。你有时啊吼，看一个吼，有个人现占是。做的时阵咧现，有诶毋是哦，有诶是看人现，伊就缀咧现啊。所以有这个效应。你敢若有人吐啊，看到伊嘛缀咧吐啊。哦。啊，若是集体的时阵吼，因为咱吼，比如讲咱这个动线吼，来咱有医生啦，有护理人员伫遐啦。若是一摆伤侪时，啊嘛是爱注意啦，因为你若讲一摆10几个落去，啊现场的人是有够啊无够吼，咱嘛是爱评估，嘛袂使讲一定是嫌占，啊万一若是过敏要安怎？所以咱爱注意吼，袂使讲啊，这个嫌占，我紧来休困者就好。这咱嘛是爱注意啦。
不过吼，咱即马吼要注这个预防针吼，咱已经进前吼，即马开始做啊嘛。咱讲吼有分3部分嘛吼，头前就是咱的政府吼，咱的单位吼，甲咱的社会吼，啊咱的迄个家长吼，要安怎去沟通吼，互伊知影讲吼，咱即马做这些为着是啥物嘛吼，啊为着讲吼咱身体健康以外有啥物副作用，互大家知影吼，啊所以咧发一寡迄个或者互咱迄个意愿书嘛吼，啊拢是大人咧写啦，啊其实即马。囡仔吼，咱即马做迄个高中生啊吼，那伫荷兰吼，伊个看到规定是16岁以上，伊家己就使决定啊。啊，咱遮是讲吼，咱成年人即马是20岁嘛。啊，你安尼讲吼，你大学生有诶嘛，还未成年，嘛是爱伊家长吼。咱这其实叫做行为诶能力吼，是讲咱要财产要讲买啥吼，应该是民法是咧讲这啦吼。啊，咱就爱看迄种伊叫做艺术诶能力吼。有诶囡仔人吼，伊真知影讲吼，咱要爱这还是无爱这，所以咱爱甲尊重啦吼。所以头前诶沟通吼，咱已经做了。差不多，所以吼，即马议员书吼，转来吼有超过9成讲伊要做，然后即马就是头拄主持人讲即马中吼你要注意啥吼，中的意思就是讲，咱进前一讲你也困好饱，啉寡水啦，早起毋通无食，吼，心情放好轻松啦，吼，迄个当场就是讲安怎吼，这就是中啦，吼，所以讲咱的医师护士吼，咱伫迄个即个校园的内底吼，咱伫遐的时阵吼，当然咱会待较久嘛，袂讲做完就走去，无就伫诊所内底住吼，更较害，因为住吼15分钟了，咱新针其实是真紧就发生，袂讲你了后再发生啦。但是你若伫遐学校，反正就袂走去嘛，吼，颠倒来讲吼，安全性较悬啦，吼。过来就是讲吼，这是中啦，吼，中咱甲保护好势嘛，吼。过来是后壁嘛，后壁咱定来讲吼，心脏的发炎啦，啥吼，就是讲哦，你有安怎，吼，爱紧去看医生吼。其实咱以前吼有咧讲过吼，迄个一管家内底有一个做 We Watch 的迄款吼，就是讲哦，你若甲写入去讲我做啥物写，啊，第几工跳啥物出来吼，好，安尼哦，伊迄个若讲有跳出来，你有看讲家己有即款镜头无？咱即马吼毋是哦，咱即马学生吼，逐工都会去学校上课，好。即马这吼 We Watch 就是活动的，就是老师。哦，我逐工来问囡仔吼，看囡仔有啥物状况无吼，会安讲起来安全性更较悬。吼，啊无你有时手机啊出来，你无看迄个，还是讲伊无去扫迄个 QR code 吼，你就唔知影。所以这安全性吼，咱后壁吼一定要顾好势，因为吼咱即马有90几%人愿意做吼，可能若讲吼一礼拜做完了，然后发生啥物代志，可能吼。有个人就开始袂做。OK。敢若咱头拄讲，即摆疫情吼，即摆较伤透。哦，敢若咱咱的医护人员吼，古早咱3、4月时是无爱做。你嘛是讲啊，无个等看卖啊，尼吼，因为讲听伊讲莫德纳有较好啦，然后迄是人性啦，咱袂使讲人唔对啦吼。所以这个代志，咱爱真做真谨慎，爱有一个吼真好的迄个拍算。因为政府即摆头前做了，我算袂歹吼。啊，中即摆甲顾好势，啊后壁的处理吼，莫个像讲顶下迄个咱。一寡老大人吼啊，资料安怎来讲啊？迄个比如偌济啦，咱讲会听会落去。OK。吼，啊，囡仔嘛会惊呢，囡仔讲哇，我会想吼，还是看到报纸写讲啊，像资料安怎，我明仔载要做啊，会带咧等。啊，愈紧张的时阵，其实吼，愈紧张吼，迄新针的机会也愈悬吼。所以咱看到讲，今个5个县市开始做嘛，是会当吼。其他的县市来做一寡这个参考啦吼，若是拄到真正新针，也是避免新针的这个座位吼，其实有一寡县市讲哦，用着班吼，一班偌济人为单位，毋是讲哦，规个班吼，也是讲几啊个班级吼，拢家集伫咧这个活动中心来去做啦吼，这就是吼避免着一寡咱讲新针有一寡效应的吼，集体的这个部分来出现吼。另外，咱就要来看讲吼，5个县市到底是安怎做的吼？5个县市拢无共款吼，先做来看。全台湾的学校开始做 BNT 疫苗，桃园市大园高中早起8点20开始做 BNT 疫苗。学生徐义忠加做全国头一个做 BNT 疫苗的学生，伊直讲是感觉真紧张。有没有想过是全国第一针啊？没有，所以很惊讶。很惊讶哦。那打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就很安心吧。我们学校有1503位学生，那表达有意愿施打的是1427位，另外有67位是没有要施打，另外有9位是自行预约。透早桃园市长陈文灿就去大园高中视察学生注射的情形。伊讲桃园12岁至17岁各中高中生注射的专案，伫学校注射有95%，病院注射是2%。嘛讲到 BNT 疫苗是安全佮有效，是咱国目前几个牌子内底有开放青少年注射的，希望安尼会当提高咱国疫苗的注射率。一共是有13万3千人，那目前接种意愿，桃园市是全国第1名，好高达了97%。
台北市长郭文地透早嘛去玉成高中视察学校内底做 BNT 疫苗的情形，过程当中还佫提醒学生，做完疫苗了后会当请假3天，毋过无一定爱请假，看个人的情形。郭文地嘛注意到 BNT 疫苗的管核顶管是写简体字，毋过附的说明书顶管写的是繁体字，是感觉真奇怪。你这样每一次装几支出来？我们是装24支。同学是12，所以一次打2排再回去补货。对。台南关庙国中300学生下晡要做 BNT 疫苗，校长尤旭阳事先有寄一张批予学生的家长，提醒学生做疫苗的注意事项。家长嘛讲，虽然烦恼讲会有副作用，不过为着囡仔的健康，做疫苗是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先来个介绍咱第3位来宾，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明言，理事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咱头拄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哦，伫咧桃园地区，咱看到讲吼，学生啊要注射比例有9成7吼，真悬。尤其咱嘛知影桃园吼机场吼，就伫因咧这边啊吼，所以9成7这比例非常的悬吼。但是咱嘛讲到哦，过去咱有讲到第一当下、第二当下，尤其 BNT 是 mRNA 这个疫苗吼，对少年人尤其男性的这个副作用吼，有这个心肌炎这个部分。当然，咱讲是无疫情的时阵，咱会去吼较在意、较要意这个副作用部分。但是真正疫情发生的时阵，咱的思考可能有一寡改变，袂输。是，我是感觉讲，在这个预防下要做甲无要做之间吼，我先讲我的结论啦吼。我是希望大家去做。但是我嘛是希望大家唔免去强制讲，咱每一个囡仔拢爱做，咱尊重伊的选择，尊重家长，甲尊重囡仔的选择吼。那么，美国伫今年5月就出一个报告吼，因做差不多800几万人，内底因就发觉讲，做这个预防下了，是青少年这个部分，在第2档做了后，有这个心脏发炎的比例大概是1万人差不多1个至0点是1个。但是你若是真正去治疗 COVID-19 了后，吼，你住院甲死亡的比例，比如讲有一个叫做 MIS-C 这个并发症，吼，1万个内底就是2.83，吼，差不多2.8个，吼，这内底有44%的住院，其中有差不多1%外的死亡，吼。那另外就是讲治疗这个 COVID-19 了后，吼，还有一个咱讲头拄主持人讲的病尾，咱叫做 Long COVID。Long COVID 就是啥？我治这个毛病了后。差不多是2-3个月来时间内底，可能感觉胸坎感觉喘，感觉无力，感觉头壳雾吼，读册无办法集中精神。这款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10%拢有人报告吼。那么，所以咱这个预防下，即马目前有人讲先做第1档的好原因是因为即马台湾无疫情。但是台湾无疫情，咱会使守偌久毋知，尤其是即马全世界拢对阿尔法变成 Delta 的传染性甲严重性拢比阿尔法更较严重。这个时阵啊，咱即马台湾守了真好的时阵，咱先甲有意愿的囡仔先做好了。到时阵啊，这个有一天真正 Delta 来到咱台湾的时，那么这个时阵无进前无做的，咱才搁进来做。这个时阵，咱的医疗才袂崩盘嘛。吼，那另外就是讲，咱爱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讲，咱即马要做这个预防下，是希望咱的这个囡仔吼，莫去为着 COVID-19 以外，嘛希望伊莫去为吼出人的老大人、出人的长者。是。那么，咱这个社会甲这个学校，那如果有疫情，2级的管制、3级的管制的时阵，一定会无像即马遮尔顺势嘛。那么在3级的管制是大家拢无办法去学校的时阵，咱讲就学权，伊基本的人权，伊读册的人权会受到影响。是。而且咱嘛是爱替咱遮个青少年想，若是有一天伊治着即个武汉肺炎，去为着因的阿公阿妈，伊心内底即个压力嘛是真大。是。所以你讲，咱爱去。除了去讲专家如何想这件事情，医生如何想这件事情，这个长官安怎想这件事情以外，咱爱去问青少年因家己安怎想这个事情。那么即马有真侪资料拢是伫咧网络上，你拢看会到。
我是感觉咱会使用这个机会，甲这个资料互青少年看，然后教青少年由因自己来选择，伊要做还是无爱做。OK， 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青少年家己这个意愿，也是讲吼，其实因拢看资料吼，可能比这个许大人吼，也是讲父母佫较详细啦吼，因为嘛是关系到家己的这个吼性命安全吼。另外咱讲吼，今日 BNT 开始做了吼，都4当社伫咧台湾啊吼，啊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伫咧 BNT 进程吼，咱看到讲18吼，甲2中好拄好是咱讲中秋的这个时间吼，中秋的时间咱规个还佫有煮吼，差不多20吼几万吨啦吼，差不多吼这个21万吨的这个部分吼，代表讲伫咧中秋节的时阵嘛辛苦着真济这个咱讲医护人员佫吼基层的这个吼诊所的这个人员伫咧啦吼。另外咱嘛要关心的就是讲咱到底即阵疫苗涵盖率有偌悬吼？咱看到讲即阵是49.58吼，是咱讲第一社，啊若是有做过第二社吼，差不多是7.外%啦吼，嘛是无够济，但是今仔咱嘛看到一个消息。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反映讲啥？10月底咱一定要冲到7成，另外第2档的这个部分要冲到3成。当然，这是甲咱的这个疫苗吼进货有关系啦吼。啊，高端咱看到讲，即阵差不多嘛是注这个320、260吼。咱讲伫咧这个部分是第1档社、第2档社是较少的，但是伊这个礼拜就要开始注第2档社啦吼。咱个继续请教吼林医师啦吼。即阵咱看到讲校园有咧开始注 BNT， 咱这个数字一定会佫欠悬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到底吼这所有的这个社内底啦吼，这嘛关系到讲未来。要无共牌子，男咧做吼，你的观察、诊所的观察，到底什么人做 AZ 较济，还是什么人做Moderna较济？高端的人这意愿，你的观察是啥物？我想目前台湾，你讲你做什么牌子的疫苗吼，决定因素是迄阵当时有入什么疫苗啦，唔是咧管什么，你都无法度选啊。当初咱拄开始入来嘛是 AZ 尔。是。哦啊，所以迄阵的人要做你就甲咱 AZ 互你做尔，啊无你佫有啥通选？是。啊过来有莫德纳入来。莫德纳就伊少数较少数，哦，啊，迄阵嘛无讲足侪人注意咧莫德纳的即个疫苗嘛吼，所以目前来讲，咱会使讲袂当选啦，袂当选吼。大部分人拢无选，啊，你若真正选的人吼，你若讲哦，我干来买迄个莫德纳，安尼你变得麻烦。足侪人就是因为安尼干来要选迄个莫德纳，啊，到即马做无着。是啊。所以讲实嘛，毋是讲咱足侪人无爱做啦。咱主要是疫苗无够嘛，咱目前入来这个月可能咱迄个苏院长讲，10月要拼到7成吼，啊，讲要2剂要拼到3成，是有可能哦。伊表示伊可能伊了解讲，即马可能疫苗会当入来偌济，啊，无伊哪敢讲即句话。是。所以这个月甲后个月可能疫苗会大量会入来嘛。OK， 尤其秋冬季啊吼。啊，若入来了有够，我想以目前咱台湾的一寡民众的伊个想法吼，好多是拢愿意做较济啦，足少人讲无爱做的啦。啊，你若愿意做，你要搁一个什么一剂要7成，2剂要3成，无什么困难啊。OK， 当然吼，一工会当做，你看咱一工会当做偌济 ？OK， 20-30万都无问题啊。咱正常咧做，20-30万一工无问题啊。尤其学校若搁加落啦吼。啊，学校若搁加，学校搁较紧哦。校的学生啊，直接变就拢做了了。所以咱来讲到吼，这个疫苗的这个部分，如果学校的这个数量若是甲加入去，咱的涵盖率其实真紧啦吼。另外就是讲哇，疫苗吼，亲像头拄啊林秘书所讲的，咱迄当阵要选啥，其实无法度选啊，就是讲疫苗迄当阵入来啥，咱就爱注啥啦吼。啊，有诶咧要选的人，结果拢是注无啦吼。但是咱要来统计讲。到底吼，咱要揽咧无共款的这个做，当然有真侪种看法，就是讲无共款的这个疫苗，吼，咱的保护力会当提升啦吼。咱先来看来讲吼，即阵国内有病院咧去做吼，大病院则是 AZ 和 Moderna， 另外是 Moderna 和高端啦吼。咱讲到 AZ 和 Moderna 这部分已经揽咧做吼，这个一个月即阵咧抽货咧分析。另外，中间病院则是 AZ 和高端吼，即阵也咧收案吼。Moderna 和高端也是咧申请。另外 BNT 吼，因为今仔才开始做吼 ，BNT 甲高端这部分才打咧开始尔。但是咱就先来看讲第一个部分吼 ，AZ 和 Moderna 即阵收案200个人吼，咱咧做一个月了后，初步抗体表现比2档的这个 AZ 保护力较好。但是这有一个困难。就是 Moderna 就是完全无够嘛吼，李秘书。就是无真正无够。当初哦，阮医护人员先讲吼，阮愿意去第一针做 AZ， 第二针要做莫德纳，就是安尼来的嘛。是。当初阮咧想要讲，想要安尼做迄阵，
中央疫情的指挥中心还阁无啥肯定的哦。阮讲几啊摆啊，讲到尾啊，讲差2、3、4摆，到尾啊较同意互阮做哦。国不2、3种啊，国不2、3种就有影。啊，目前嘛是干啦，第1类、第2类、第3类会当安尼做尔。OK。你一般的人，你讲要安尼做，袂使啊。所以我开始嘛有一寡别人想讲要安要难的啊。第1针要 AZ， 第2针讲即马莫德纳，讲伊要做莫德纳，我袂使啊。规定就是袂使啊，即摆是一类、第1类、第2类、第3类才会使尔。啊，你要安尼做，虽然效果讲实在，效果是较好啦，比2针 AZ 较好啦，因为这有研究过嘛。哦，啊，足侪国家嘛咧安尼做啊。啊，所以理论上，咱若讲真正会当安尼男咧做，我是毋是互男咧做嘛好啦，因为 AZ 较俗嘛。莫德纳较贵啊。但是吼，咱是讲即个部分伫咱台湾行袂通，咱讲 AZ 的吼，即阵 BNT 若是大量入来吼，1500万吨，啊扣掉咱讲129万的这个学生族群，可能 AZ 和 BNT 若是用即个吼 AZ 和即个 mRNA 像即款概念落去看啦吼。继续，咱个请教周医师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即个 BNT、Moderna 拢是即个 mRNA 吼，对吼心肌炎，所以有人讲吼会当证明讲，若是第2档来去做高端吼，会产生较好的即个安全性甲有效性吼。总体来看，你安怎感觉咧？其实吼，这男咧做吼。这一定是爱做的嘛，因为咱都知影讲，咱的疫苗毋知吼，当时要出来礼拜偌济嘛。OK。但你即摆会使确定的讲，看起来吼，这个 BNT 吼可能较稳啦，哦，较稳啦。啊，第2点就是讲，咱家己若国产的若拼会出来，可能嘛会较稳啦。所以即摆咧做，敢若讲吼，高端可能想要难做吼。但是因为即款的吼，伫世界各国吼，无讲真有真济迄个经验伫的嘛吼。啊，但是你若讲，迄个咱的 AZ 即摆做莫德纳吼，会使。啊，但是国外 AZ 做 BNT， 人伊嘛是已经做讲真多去啊，啊卖个遐嘛点啊讲，家己个要去做啥代志啊？像讲你 AZ 去做莫德纳，搁去做，搁即马搁咧即摆分析讲伊安怎，你开始咧做啊，人也无安怎嘛。搁要本土研究是拖时间啦。啊，伊拖时间吼，就是迄时机就过去啊啦。啊，即马莫德纳嘛无够嘛，所以其实吼 BNT 吼，咱伫咧国外吼嘛是已经开始，当 AZ 加莫德纳已经做做即个 BNT 已经真多啊嘛。哎吼，我想免搁做啊啦。OK。啊，但是个第2点就是讲，咱 BNT 较多吼，啊你今仔日一个患者嘛问我讲吼，啊伊第1针第一档伊是做即个莫德纳，啊伊第2档讲伊想要吼要做 BNT 啦，不讲啊无伊也等无啦，吼伊60通岁尔，吼伊咧甲我讲，我讲吼，事实上你共种的 mRNA 2种甲做落去，应该问题搁较少啦吼。但是咱指挥中心伊可能嘛是真保守伫的，但是咱后壁若讲进行 BNT 有较侪来吼，现在紧做，啦，啊你紧做啦，啊无吼，你讲要涵盖率吼，第2档要遐侪吼，啊你是要第2档是你是要去倒去做第2档，你要做啥？啊若高端即个物件吼，咱嘛是爱做无毋对，因为咱这是咱国产的吼，咱若袂歹的时阵，咱做看卖啊，啊若经营袂歹，咱会使做，但是个问题啦吼。即摆咱讲吼，啊即美国讲，啊你若要礼拜时爱做2档的迄个预防针才会使礼拜嘛。高端要用先进步啦吼。对，啊即摆吼，你若讲。即马伊即个意愿吼，要做高端的意愿是毋是搁较少去？即嘛是爱考虑。啊，所以即个高端疫苗可能小咱大家会去讨论啦。高端疫苗吼，伊嘛爱较拍拼的啦吼，然后互人认真通过的时阵吼，你做才出来讲，啊我做出来讲会使难拍。我难咧拍完，我到底会当出国无啦吼？对，嘛要去后摆，咱嘛去想诶，其实吼，若讲伫咧真危险的时阵吼，就先做落去吼，有保护啦，咱啊活落去再讲以后的代志嘛，讲要去倒去佚佗，要去倒去游览，要去读册，还是要创啥吼？但是你即马吼，若知影讲吼即个代志吼，一定真久长伫的嘛吼，咱人落去计划嘛，讲我注册了，除了我有即个保护来以外，后摆我会较方便无？我若会较方便，我会使经，我若就经济咧，这人性啦，这袂使讲迄个人迄个安尼想。有影，但是咱当然嘛讲着吼，这个全球疫情也真吼，无遐尔伤透的这个时阵吼，要出国其实咱是爱吼看轻着吼，看重着啦吼，咱所有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啊，台湾也算袂歹吼，但是咱来讲吼，啊，亲像周医师头拄仔讲的，这个高端若是讲你做完2档下，尤其即阵吼，咱看到讲高端要做完2档下，这个部分可能较简单吼，疫苗是有的吼，但是咱讲真正要打出国。人讲要甲你认证吼，咱嘛有一个报道吼，咱先要来看讲，北京发言人沙奇安怎讲，先做来看。
美国伫11月初就要解除对欧盟、英国、甲中国，还有印度等等33个国家旅客的旅行限制。不过到时要去美国，都要有先注2档的新冠疫苗。Starting in November, we will be implementing, I should say, in early November, we'll be putting in place strict protocol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from passengers flying internationall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y requiring that adult foreign nationals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 fully vaccinated.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指出，伫入境美国进前，都要先通过3个条件：要附3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抑阁要有做过2档疫苗的证明。不过，目前美国进前的疫苗敢若有3个牌子，包括 BNT 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甲交生疫苗。另外，还要提供相关接触者追踪的信息，符合这3个条件，而且做过2档疫苗才会当入去美国。各界关心讲，台湾做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当时才会当达到60%。另外，国产高端疫苗以免用交接通过国内 EUA， 敢会当通过美国的认证。是啦，咱看到讲吼，这个部分真正好来关心吼，尤其这个咱讲国际这个疫苗这个认定，咱过去有讲过吼，头拄这个 FDA 是讲吼3种疫苗是美国所认定，但是 WHO 有认定讲7种疫苗吼，可能未来拢是美国吼纳入去这个参考的这个范围啦吼。但是咱高端到底也有无吼？有人讲真看好。有人讲吼，以前吼英国期刊有咧讨论讲 immunobridging 吼，咱讲免疫交接这个部分吼，是一个看法啦吼。另外一个看法应该是讲吼，咱的这个高端吼，咱嘛是甲这个共装的吼，是这个美国 NIH 和 Moderna 共装吼。美术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讲，每一个国家为着要保护因自己的人民吼，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做法吼。即马美国若是讲爱注2档下了，才会使入去因的国门吼。我是感觉讲这是无办法的代志，因为你要上人的船，都要拍人的票嘛吼。就哪像是讲你来到咱台湾，无论你是啥物做过啥物预防社，那咱台湾拢要是爱隔14天，搁要做过 PCR 的证明，阴性的证明，咱才可以出关嘛。所以就算你即马是注 BNT 2档会使入去美国，但是你未来转来咱台湾嘛是一共款爱。经过这个隔离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在每一个国家拢有这款的这个措施啦吼。是。那其实除了入去国门以外，你若是问伫国外咧住的朋友吼，因为甲你讲有当时要入去某一寡，比如讲你要去看棒球，还是你要开会的时阵，伊嘛是共款爱提出这个护照，后讲这个注射的证明，才要互你入去。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未来的趋势啦，吼，但是伫美国因为重视人权，是毋是讲一定的这个规定会过咧？我是感觉咱爱个观察。是。那高端是毋是有这个条件会使你进入这个候选的名单？我是认为真有可能吼。咱看这个是 WHO 出来是高端因出来一个度吼，我想大家嘛应该拢有看过，毋知摄影机吼，你看吼，第1档做了后，伊抗体也无讲足悬，但第2档了袂歹哦，相当之好，但是随着时间伊会降落来。第3档了后，伊个较接悬吼，比第2档的效果更较好。所以讲，咱高端吼，咱一个想法，高端伊会使，伊是毋是会使咧成为讲咱伫美国国门的一个依据吼，这可能也无一定。是。但是若是我做过2档的 BNT， 已经过6个月啊，我若是会使摕高端来做第3期，安尼我要入去。这种疫情较严重的美国啦，还是要入去疫情较严重的日本啦，我是毋是自己较有信心？毋是干那为着我要入去别人的国门尔，嘛是为着我自己的安全。我感觉高端伫这个所在表现应该是算袂歹。如果伊若是真正照咱这个免疫桥接有经过 WHO 认证甲美国认证，会使直接讲你做2档的高端，嘛会使入去。安尼真好，是，好，所以我感觉高端是真有未来性啦，咱大家个人也是要支持啦。有影吼，咱过来好好看讲吼，这个美国本地是要解除吼，有一寡限制国家有33个国家吼，但是咱毋是伫咧限制国家内底吼，但是讲9月20日时阵要宣布对这个33个国的这个旅游禁令吼，但是咧你吼都爱住完2档下吼，你会当免隔离啦吼，到底这个部分伊有讲了真清楚无？其实无啦吼，就是讲咱到底吼。咱都毋是这33国的这个部分，所以迄当阵苏贞昌就讲，咱无列伫迄33国内底，吼，所以咱毋免着讲这个完整的这个注射啦，吼，这个部分的这个限制。但是 AIT 今有讲话哦，伊就讲吼，其实伊是对所有的这个旅客来讲，拢爱做完2档射，所以咱头拄来讨论讲，高端到底2档射会当入去无？其实目前来看是无，因为咱看到讲 FDA 敢若认定着这3档射 ，WHO 有7档射啦，吼，除了 Moderna。
这个 BNT， 还有这个 Johnson & Johnson， 还有中国的2支车吼，国药甲这个科兴，另外伫咧吼这个 AZ 嘛有纳入去这个吼 WHO 这个范围，啊，还有一支是这个印度的这个 AZ 吼，叫做这个 Covishield 的吼，会当防止着 COVID， 所以有7支车。但是咱嘛讲到核准的这个疫苗内底。吼，到底上尾的名单拢也未确定啦吼。继续请教这个林秘书啦吼，也未确定，但是咱会使做啥物努力咧？其实美国这个 CDC 哦，伊嘛无甲话讲死去啦，伊是甲讲你爱完全有注疫苗，你才会使入来。OK。啊，但是伊嘛无讲到底咱报道电视中伊讲，伊是对迄个30几个国家，伊较早限制国家咧讲的，但是到底是？敢若对于30几个国家，还是对全世界国家安尼咧讲，无讲确定啦吼。啊，当然你看卖 AZ 这个疫苗伫欧洲注遐济 ，OK， 伊敢有可能讲，因为这个 AZ 无伫我遮有紧急授权，我所以注 AZ 的我无爱入来。我想美国无可能啦。是。美国和欧洲遐关系遐好，啊，欧洲大部分拢注 AZ。伊敢有可能讲做 AZ 你袂使入来我美国，安尼欧洲敢咪讲你美国做美国时袂使入来我欧洲 ，OK， 对无？所以这就真麻烦啊！尤其美国过去遐松头，哪会想要随一个缩案，其实伊也有一个压缩比的空间伫咧吧？对啦，所以伊这个可咧讨论中啦，到底伊将来会安怎讲？几种的疫苗你有注，你就会当入来，也无讲足确定。是。啊，但是我想是安尼啦，伫未来来讲吼，时间的问题啦，我想。将来这高端疫苗吼，你做两针，我想嘛当入去啦。OK。但是即摆就是高端就欠一个证明。你这3期的试验，伊即摆伫哥伦比亚是4万个人嘛，吼，啊巴拉圭伊也咧做嘛，巴拉圭加1000人。伊将来若提出这个证据出来讲，我都做了，就确实有迄个效果伫的。我想你若甲这个证据可以互这个美国，可以互各国、世界各国。我想大家嘛到尾会承认啦，但是这时间的问题，因为你目前也无一个3期的试验出来，无摕一个证据出来嘛。啊，当然你第2期来讲，你资料你的控制实在是真悬，啊，这个效果讲实在，理论上嘛会当摕出来做证明嘛。啊，佮讲你这个高端的迄个原料是对来，美国来啊，啊，你家己美国无承认你美国的原料，啊，你毋是咧讲过？ OK， 对吧？你家己咧拍你家己的面共款啊。所以我想是这个是证据的问题啦。啊，高端疫苗若讲真正资料控制有遮悬，效果若真正有保护力，3期也做出来，将来一定会胜任的嘛。OK， 当然有真世界遐济国，但是讲家你美国尔，你3种，你家己研究出来你3种，啊想要交生，伊是家注一剂尔咧，伊可能注一剂，你得叫做完全的你个注射证明啊。 所以咱讲到吼，这个部分吼，因头拄仔嘛讲到吼，也咧讨论吼，到12月开始，咱也阁有这个时间吼，高端嘛有时间吼，好好甲伊的这个国际这个证明吼，啊，咱讲吼，拨吼这个世界来去看吼，但是有一寡人也是有一寡疑虑啦吼，就是讲咱即阵吼欠这个国际这个认证吼，但是咱头拄仔讲到2个这个吼证据啦吼，来去做一寡这个说明，就是讲这个 immunobridging 有英国的这个期刊已经甲你讲。 哦，差不多有一寡这个候选的疫苗已经要采取到甲高端同款的这种吼，咱讲交接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头拄仔林秘书嘛讲到4万的吼受试者伫咧哥伦比亚吼，安尼证明应该是讲，可能有望啊吼。就医师了怎看，真正有望无？咱即嘛吼，咱嘛袂使讲伊。 看伊无去啦吼，拢啊，你代志也未结束进程吼，啊，拢有努力的机会嘛吼。啊，因为头拄仔咱专家嘛有讲过嘛，讲吼，这就是美国伊的迄原料过来吼，啊，咱即摆发展出来吼。啊，反正后摆吼，若讲1年以后真歹讲啊，那是毋是讲即支是全球上好，迄嘛真歹讲吼。啊，但是现处是就是讲11月得要到啊嘛，好啊，11月得要到啊，但是咱即摆若讲吼，有较少数的人讲伊正经需要讲去美国，伊敢若嘛讲吼，你是住2档。 注了吼有注完了吼，你去了免隔离就会使出去，啊是伊敢有讲你拢无注连你去就袂使入。OK， 伊可能是讲爱去隔离，啊是点仔补助，可能是安尼嘛吼，因为伊讲了无讲真清楚啦。吼，你要入境的时阵，你若这2档你有注好啊，吼你就会使免隔离，就会使哦出关啊就去啊嘛吼。 啊，无甲台湾共款讲，我入来就爱14天先，先迄个吼，伊个检疫起来吼。所以敢若
叫我唔是讲即个资讯，唔是讲真明显啦，因为迄嘛是听人讲的尔嘛吼。啊，到底是讲完全袂使入去，还是讲你入去你才隔离啊？因为当然，这个美国这个隔离政策有真侪种吼，你是来自这个非这33国，亲像台湾去，都咱讲吼，有这个阴性 PCR 这个证明都唔免隔离啊。你若是较风险较悬的这个国家吼，其实你入去都是爱做隔离啦吼。啊，咱讲隔离了后，也是讲无隔离的人，就会当去遐注意防下是即阵的这个政策伫吼。所以未来11月吼，也有时间吼，咱嘛会当好好来去做一寡观察。当然，咱嘛毋茫讲，这个高端这支社吼，真正会当得到认可啦吼。咱来看来讲，这个台大病院吼，这个儿童病院这个院长伊讲吼，这个高端啊吼，这个要摕到国际这个认证吼，真正难度真悬吼。美国袂摕国家的安全来滚生笑啦吼。美国联邦了超过90%吼，自家这个 Novavax 拢真吼严格来去看待啦吼。但是即阵也未核准到因的这个使用执照。但是咱会记得讲 Novavax 伊是因为这个量产出一寡问题啦，可能嘛毋是即支社的这个问题。虽然因拢是用共一个这个技术或者处单位2倍这个部分吼，美术你安怎看？我感觉这个问题，咱可能爱重新咱甲问好清楚，就是讲高端预防社无办法得到美国的 EUA， 吼，也是讲无办法摕到美国的药证，这是有可能。但是迄是表示讲，咱这个高端疫苗袂使你卖去美国，吼，美国摕来注伊的人民。但是你伫国外，吼，你注了高端2档了后，美国要承认无？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好的，那像讲 AZ， 伊其实伫美国 FDA 第1期、第2期的即个 trial 的试验就是失败嘛，所以 AZ 无办法摕到美国的 EUA。但是AZ 无办法摕到美国的 EUA 是讲 AZ 袂使伫美国驻美国人民，但是伫欧洲、伫日本、伫台湾驻过 AZ 的预防社，那是得到美国的认可，会使你伫咧伊即个入境的名单内底，无一定嘛是会使驻2档 AZ 驻2档高端，嘛是会使你入美国。另外就是讲，要入美国，毋是干那看讲你是毋是有驻过，是爱搁看你是对倒位来。譬如讲，咱若是台湾会使你一直甲疫情拢控制了足好的。拢像即马安尼无啥物疫情，咱到世界各国，譬如讲，阮一个朋友去法国，伊落飞行机了后，讲哦，你对倒来台湾来，就直接过关啦，吼，就直接去出海关了，就去入加币啊，嘛免啥物隔离。所以你即个国家的人民到美国爱隔离无，是爱看你即个国家疫情控制了如何，你做过啥物预防社？即个预防社可能伫美国有 EUA， 可能伫美国无 EUA， 但是你伫国外做过，可能嘛是会使。所以高端无办法伫美国买是一件事情，无办法伫美国驻美国人民是一件事情，但是是毋是会使成为讲驻2档了后会使入美国国门？我是感觉是真有机会啦。有影头拄仔咱讲的，这个美国 FDA 是认定着这个 BNT， 佮有这个咱讲 Moderna， 另外就是这个 Johnson & Johnson 吼，其实这 WHO 啦吼，因的这个疫苗有7种，可能因嘛当认可吼，用中国。这个科兴甲国药，因可能都会认证啊吼，所以咱讲真正毋免伤惊吓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议题吼，共款也是伫咧今日立法院内底吼，吵吵闹闹，真侪立法委员就这个问题来做质询，先做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官员去立法院报告新冠疫苗相关议题。苏贞昌讲，国内头一档疫苗的注射率，按算10月初会当达到6成，10月底就有7成，到时阵第2档嘛会当挖近3成。有立委就要求要公布第2档注射率规划时间表。委员在讲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哈，那确实是很困难，因为跟进货的时间也有关系。不过目前的目标是以 BNT 来打这个第1剂。BNT 可是 BNT 也是民间捐赠啊，BNT 是民间捐赠的都是疫苗啊，不会说就是捐赠就要给人民用的。好，这是战略。就是 A 剂跟莫德纳现在主要打第2剂。执政党的立委嘛建议政府要检讨契约的内容，甲民众的期待，公布疫苗当时的进口偌济。但是陈时中是表示讲，安尼可能会互其他国家抢货。疫苗导致的焦虑，只有透过预期预告来降低预期心理的焦虑。好，这个物件曝光后，大家目睭金金，好，爱来想要来抢。这之所以说为什么原厂都一再强调说唔通讲，唔通讲，讲是增加因的困扰。另外，美国宣布11月初会要求国外旅客入境的时阵，要交完整的疫苗注射证明，引起各界烦恼，咱台湾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影响。苏贞昌就强调，美国针对的是真正限制33个国家，台湾无伫咧名单内底。
美国对于相关的规定是对已经要有限制的国家，不是台湾。但是中认为讲，考虑到人权甲大家人注射意愿，未来世界应该是袂用感冒注疫苗来限制出入境。另外，伊嘛有讲到，驻外单位已经开始在甲其他国家直接疫苗所谓注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所以针对着吼，这个疫苗到底吼能当写是倒两支写，是讲你男咧住，你到底当去美国无吼？其实也咧讨论啦吼。啊，上尾咱搁来请教吼，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吼，咱先搁请教吼，这个林秘书啦吼。咱嘛有看到讲吼，其实咱头拄也讨论过吼，就是讲早晚有机会当触到吼，伊是用到这个高端伫咧巴拉圭吼，甲哥伦比亚这个例啦吼。另外咱讲免疫救治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国际期刊已经差不多拢吼，大概第3期无可能。拢照吼较早传统的来去做即款的这个人体这个试验，尤其你若是真正这个疫区啦吼，啊，即阵免疫救治这个方式，你就是甲吼已经认证过这个疫苗来去比啦吼，所以咱真正较有机会吧？我想是真有机会啦，因为目前世界疫情遮严重吼，你袂使搁叫一群人叫你做安慰剂，讲无爱甲做，啊，互伊个冒险，毋知影讲伊到底做有效诶，无效诶，伊用啥？啊，万一来染疫去死去，你要安怎？啊，你安尼敢有道理？是。所以这个疫情遐传迄阵吼，咱已经袂使讲去找一寡人去做安慰剂，啊，搁咧含即个有做诶人比较。咱敢会当讲，我即一人甲伊做一寡吼有效诶，啊，我即年做我即摆咧试验诶疫苗，安尼咧比较，啊，看两组安怎？啊，上无你做诶拢有疫苗诶成分伫内面。上无你比较较袂讲，因为讲伊染着病啊，去发生重症死亡啊。是。安尼就无合乎伦理的代志啊。所以我想是，咱当然足侪人是要惊出国，讲惊无注射，讲袂当去入迄个国家是有影啦。啊，所以你若真正有紧急要想要出国的，你当然尽量你做一寡什么 AZ 啦，这莫达纳啦，这什么 BNT， 这是合理啦。是。啊，你若讲无紧要出国，讲实在最近一年来哦，你讲要出国也困难啦，讲实在真困难啦。有影啦。哦，大家疫情遐厉害，你也毋敢出去，啊出去佫用关，倒来也嘛佫关14个，啊出去啊佫加麻烦。所以目前来讲，大家也无莫想要出国。当然你有留学生啦吼，你要商务旅行的人，你当然是自助的，伊人认证的是无毋对啦。啊，其他的人吼，其实我是感觉。将来若讲真正全世界疫情拢好势哦，啊，无即个规定啊。啊，不讲世界疫苗遐济，你袂使干那讲美国是伊干那认证是选3种，伊也无可能讲干伊3种会使呢。啊，别人有效的疫苗也袂使。伊嘛需要真济外国人来去到消透因的这个经济啦。对啦，我想是啊，大家也免遐烦恼啦。我想目前你若讲想我一年内要出国，我想嘛无啥。旅行啊，这也无可能，啥物人想要一年内面去旅行？世界疫情啊，等下你要去关14天啦，吼，除非有必要啦，吼。对啊，所以大部分是无工作必要的人，可能也免想遐济啊啦。是啦，吼，当然咱咧讲到这个议题吼，拢有真侪种这个国际这个因素、甲政治的因素来去做参考啦。就是讲哇，到底美国会当承认吼，伊讲共宗的吼，啊，尤其嘛有真侪政治人物咧讨论讲，到底吼咱这支社，吼美国若甲咱承认吼，伫国际上有代表啥物意义？当然，咱回到科学来讲吼，伊真正若是有伊的效用，伫国际当流通吼，这代表是咱台湾生技产业的这个部分，会当吼踏出去真大的这一步啦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因为全球啊，即阵已经吼超过2亿外人吼来确诊啊吼，所以咱看来讲死亡人数嘛一直咧欠悬吼。啊，但是有真侪人是确诊了后康复的，但是咱嘛代病院吼有发现讲，咱即阵确诊的16000外人内底吼，你若是恢复了。这个部分其实拢有一寡这个病尾吼，这副作用来产生吼。那么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国内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16000外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康复出院，不过部分重症患者因为插管扩张、严重感染这问题，出院了后依然饱受后遗症的拖磨。比如讲，快行时阵会喘气真吃力，较会喘，食袂落饭，讲话有出现障碍等，为连生活自理拢真困难，尤其是高龄的老大人。很多病人在这个 COVID-19 虽然病毒清除之后，还留下很多这种呼吸上面的副作用。除此之外，因为长期的卧床跟长期的重症，
住在加护病房里面等等等，也造成这种体力的丧失啊。为协助重症患者康复，台大病院结合福建部团队照护，提供物理职能甲语言治疗等，佮依照患者的心肺功能，客制化设计训练课程。目前大县6位重症患者当中，有5个接受复健治疗，经过2礼拜到4礼拜密集训练，成效袂歹。这些个案后来鼻胃管、流治疗管都顺利的拔除了哈，那所有病人都恢复到可以行走。那有2位需要轻度扶持，而且但是呢，他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巴氏量表平均的进步分数可以高达45分哦。医疗团队表示，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了后，除了肺部功能衰退以外，少拢有50多种后遗症。所以最近台大病院要成立新冠肺炎整合照护特别门诊，整合各科别专业医疗，帮助所有确诊的康复者能赶紧回归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这个新闻影片内底讲到吼，这个武汉肺炎这病尾竟然有50多种吼。虽然你已经康复，但是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可能是一世人吼。继续请教这个周医师啦吼，咱看到讲吼，尤其耳鼻喉科吼，这对着咱的这个心肺的这个功能啊好，也是气管吼特别伤害啦吼。另外人体吼，什么拢会受到影响吼。抑佫有啥物通好建议讲吼，真正你若是有病尾，真正爱注意啥物无？因为吼，这个是一个新的病症嘛，吼，嘛是去年才开始的吼，所以即摆长期吼爱看真长啦吼，因为有一寡代志是咱还佫无了解啦吼，但是咱即摆知影讲吼，有这镜头的人吼，大部分拢是有动症过，OK， 吼，动症过啊，都带过迄个加护病房迄款，所以咱看到这吼，咱来紧来注意了，因为咱若住了，虽然咱感染了，较袂去着动症啦吼，啊，咱定有些患者咧讲，啊，我遮来会好袂长紧安尼啦，吼，我讲，你即间厝吼。叫火烧去啊，啊火甲你烧嘛，啊但是无烧到拢歹去，咱即摆甲你拍火拍好啊，但你乌草草，你要安怎甲伊火好起？迄要有耐心啦吼啊，但是吼一寡代志吼，咱还佫毋知影，还佫有真济是咱对即个吼即个病症吼伊的副作用毋知影，还佫会真济佫会发生起来，但是即摆吼，咱也已经知影讲有一寡吼即摆。要安怎帮助伊恢复？像台这吼，伊是真好啦，因为吼，你有时讲一科去看，一个病人偏看一科，照几科，你若会使甲共一个吼大家来甲照顾，好多专人的照顾啦，吼，专人照顾就是讲你这有即个人吼，各科医生来甲你照顾。我想这是较好的吼，凡说吼后摆吼，这变一个专科人，吼，因为这个病情毋知要偌久嘛，你若讲久来吼，真济若讲动症的，佫有一款镜头的人需要人照顾吼，这是真好的研究啦吼。这个人吼，咱尤其是即马吼，社会上佫有这惊讲像确诊过吼，你讲猎物啦，对于迄来讲吼，其实破病也毋是咱要爱吼。除非讲伊破病，明明知影伊破病，佫也是讲有可能会破病，佫走出去外口讲，咱这爱甲骂无毋对啦。但是这破病人吼，咱医生人拢对这就是讲吼，你破病毋是你做毋对代志，迄是讲一种不幸啦吼。但是有一寡代志嘛是讲感觉讲正经讲迄技术啦吼，伊家己。无守规矩啦，毋知讲为医生来讲，不爱甲阮看是安怎？其实政府规定了真好嘛，你吼什么时间吼，你要安怎去看病啦吼，这大家吼甲讲个好势，即马好消息是讲，即马对咱来讲较好消息讲，Delta伊敢若讲吼赚了真多，对咱来讲，即摆这囡仔敢若拢无啥动静嘛。咱即摆上重要来讲吼，顶个是一个小考，毋是一个月考，也是一个吼咱这个毕业的考试嘛吼，就甲咱小可考试一个吼。咱知影讲吼这Delta吼随时已经入来啊。咱迄阵吼，互咱好运是写小考，拢是一寡少年甲一寡囡仔无动静，对。这个趁这个机会吼，未讲过正经有迄个疫情的时阵吼，大家吼毋通过想空啊啦吼，该做的去做。我感觉即摆吼，迄个咱吼97%这个同意率吼，甲迄个嘛真有真大。就是嘛是出迄个咱讲新北市吼，佫有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吼，大家吼真正皮变较硬一丝啊，有影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真侪人啦吼，关心到这武汉肺炎咱即阵确诊的这个人数吼，拢小可有控制掉吼。但是过去咱头拄嘛讲到16000外吼，拢是受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影响吼，身体上有的是死亡吼，800几个人死亡，有的是豆豆会当恢复。咱嘛毋茫讲恢复会当愈来愈侪，确诊的人会当愈来愈少。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讲。
人体嘛受影响。虽然咱讲到新北市吼，即回这个幼稚园啊，这囡仔吼拢是吼较细汉的，因较少动静的这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因是过去因的这个 ACE2 吼，这个受体吼发育还未完全吼，所以咱讲受感染、受影响的无遐重吼。但是整体来看，咱讲着注意苗嘛是有真大的这个帮助啦吼。但是真正的，若是讲小朋友吼，因确诊了后，其实嘛是有一寡病尾呢，嘛是要注意。咱继续请教秘书。是，因为去调查啦，咱头拄也就讲过，咱叫做 Long COVID 嘛，就是 COVID 了后，即个病尾吼。上少1%，上侪有报到10%吼。那第一，咱对头壳姊妹拢会嘛，吼，讲头壳安尼无办法专心，啊目睭酸涩，感觉焦，或者是讲感觉喙容易焦，咱对敢若头都遮尔济啊，吼，啊佫有感觉讲胸骹杂，啊行路会喘，啊是胸骹容易痛，或者是讲心脏容易皮肤菜，本地吼，我的心脏可能每1分钟跳70个，即摆变80几个，吼，啊是讲夜暗困袂去，困眠无足，这是。COVID 这个病毒直接伤害你的身体。啊，另外一种咱唔通袂记哩。另外一种就是讲 COVID 虽然无伤害你的身体，但是即摆大家毋是拢2期管制、3期管制拢无出去。啊，个即个老大人若是治病了，伫病房关14天、15天，啊出来了，咱知影咱老大人若是无运动吼，咱的即个肌肉啊，咱的赤肉一年就减1%。哦，一年本地就会减，你若无运动，要搁较惨。那么咱这个囡仔若是所以咱分两种嘛，一种就是讲，即个 COVID-19 直接攻击你的身体；第二种就是因为你无出门、无运动，身体愈来愈弱。啊，搁第三种，其实就是因为久无出门了后，咱嘛发觉到讲，即马咧囡仔出现真侪，就是神经还是讲心理的问题。比如讲，我伫门诊上就看到讲，囡仔开始一直咧踹伊的手指尾，手指头尾啊，踹伊的头毛啊。也是讲，开始会安尼眨眼睛啊，青蓝，一个青蓝后啊，甚至我有一个患者本来是妥瑞症，伊就开始动啊洗可能灯，就变本来控制真好的病症，拢愈来愈严重。所以总结下来哈，嘛是爱紧注意防下。啊，注意防下了后，在世界这个疫情还未控制好进前，咱大家是最暗挂咧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啊，像咱即马安尼有这个假帮吼，甲这防疫的新生活做，我是感觉这也是预防这个叫做病尾上好的方式啦。是。啊，若是治疗这个病了，慢慢紧张吼，好好治疗好了后。伫病房内底嘛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紧甲医生讲，因为这个 COVID-19 武汉肺炎出现伫这个地球嘛，才是年外，咱医学界要真侪爱去讨论甲学习的所在。是啦吼，咱讲到台湾这个防疫真正做了是也算袂歹吼，今日是一个确诊尔吼，长期来看应该是这个趋势拢降较和平啊吼。啊，但是咱嘛讲到吼，这含咱讲全球疫情吼，甲咱的这观念真正有吼真大这变化。有人讲爱甲这个病毒共存啊吼，但是咱在台湾人的这个心理上，可能也无法度接受这个部分吼。这嘛代表讲未来吼，咱若真正要去吼拄到讲这个完全注射了后。开放就啥，吼！上尾咱请教李秘书。我想要和病毒共存吼，这是一定的代志啦。你看咱已经甲偌济病毒咧做伙生存啊。OK。你目前你看流行感冒，你有甲消灭掉去。当病毒咧产病毒，你有甲消灭掉去。毋免阁讲解咱一般的感冒，哦，阁讲较少的病，你看出撇啦。虽然台湾足少啊，但是世界各国嘛阁足济，德国撇。水珠啊，加减嘛，拢搁咧发生啊。是。咱敢有甲病毒讲消灭掉去？我多啦，我看人类若消灭掉，无大病毒还搁伫咧。所以咱上重要就是讲，咱若得即个病吼，咱莫有动静，安尼就好啦。咱即摆咧注疫苗，上大目的毋是讲我煮了，就即个病毒就消灭掉去，无迄个代志。咱干若一个叫做天花。天花敢若讲，因为咱大家拢较早拢注射注用下了，伊今仔对世界无诶。但是天花是一个病毒，伊都袂晓变，伊袂晓变化，所以伊都无去啊。但是即摆这个病毒足侪拢会晓家己变啊，变来变去，你看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变来变去，即摆个以后个毋知要拖到对去。这有当算袂了呢。是。啊，病毒安尼变咧变，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变。啊，咱对抗流行感冒对讲遐久。
流行感冒才有消息哩。逐年嘛咧变，你逐年咧做流行感冒预防车，啊，你内面的迄个成分其实是无共款的。吼，拢看伊什么变什么种啊，你就用什么迄个变种来做疫苗。啊，将来即个武汉肺炎嘛是安尼做啊。是。你将来你看咱讲，咱有买什么次世代疫苗，就讲第二世代疫苗，就是安尼来啊。第二世代是安怎叫第二世代？就是伊即个病毒变做一个较新的物件，时阵你就要用迄个新的物件来做疫苗啊，啊来做啊，啊所以将来是毋是一两年就做一摆，一两年做一摆，有可能啊。啊，若讲做世界会天下太平，大家人会当过自由快乐的生活。啊嘛免到管你啊，着着就着着，啊着感冒你倒一两柑，还是讲你食一个药啊就好诶，安尼上好啊，安就无代志啊。啊，你着讲当做讲你感染就是咧训练你诶免疫力，安尼就好啊。OK。哦，安就是安尼，所以将来这是我想安尼啦，看过一年了吼，会当大家开放吼，啊莫讲大家世界国家大家封来封去，封来过你旅行也无法度自由，一寡行业拢强要倒大去。安尼才是实在啦，人诶。咱人的生活都毋是讲，干咧挂喙烟、规个袂当叮当的迄个人类的生活都毋是安尼啊。是啦，所以将来就是爱开放啦，啊，就甲别当啊，你也莫甲刣死，我也莫甲你刣死，安尼大家和平啦。OK 啦，和平共处啦吼。但是咱嘛讲着吼，伫咧最重要这个关头吼，一冬的这个观察期间吼，咱台湾其实吼真正一定就是咧秋冬季的这个时阵啦吼。若是真正挡袂好势，嘛是其实是另外一个考试啦吼。咱希望这个考试会当好好来考完成。今日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看，咱再会，感谢，多谢。